气晴朗的这一天，李叶欣一眼就发现有教课曾经来过。穿山甲，这洞那么大哈，里面是穿山甲，这个是保育类的，客家话叫岭梨。身为生态解说员和山林虫兽交手经验丰富，发现了保育类动物的踪迹，李叶欣依旧难掩兴奋。要打外后山后水啊，要搭配后山后水，空气面一清瘦。这里好山好水，空气也很清新，干净水边才有成群蜻蜓。苗栗湿潭无污染，让李叶欣感到幸福。做生态调查，记录蝴蝶有110多种，植物250几种，环境对动物友善，蜥蜴出没也习以为常。好来，我们画的、啊，这就是我蜥蜴。李叶欣外号就叫蜥蜴，6年来在明凤古道走过50-60遍，画路径地图，很坚持生态导览与在地文化的连结性。这边是通往苗栗的一条主要的道路。当初这边有一些茶的产业，或一些物产要运出去，都是靠这条路这样爬山爬过去的。桥底下干净见底的新店溪溪水潺潺流着，下游就是明德水库。湿潭夹在南庄和大湖间，有珍贵的水资源，观光发展反而差了一大截。由于是水源保护区，他们没办法做一些开发，所以造成了这边经济的发展有些停滞。我就想在这经济跟生态当中找出一个平衡点，让生态好，也能够成为经济的一部分。所以积极推广生态旅游导览，教人珍惜也享受大自然的赐予。这种野菜，这口感比空心菜还好，这叫金骨菜，这个川汤也可以。带头感受简单中的快乐，李叶欣先后完成客家人文植物导览地图，为生态教育继续投注努力。上课喽！要搭配后山后水，孔希妹一起送。要搭配后山后水，孔希妹一起送。谢谢宗仪老师。